Hello，朋友們，今日咧嚟到咗呢一個景怡新村睇呢一種大嘅獨棟別墅吓，咁咧可以見到呢一棟咧佢係喺小區嘅主幹道路邊圍嘅，所以咧翻屋企係非常之方便嘅吓。可以見到呢一棟咧佢前後左右呢個花園係非常之大噶吓。咁咧佢呢度總佔地咧係856平方嘅，建築嘅話咧係393平方吓。裏面咧現狀就係毛坯嘅一個狀態，需要自己親自去裝修去打造屬於自己嘅最溫馨嘅屋企吓。咁咧呢一套而家業主係非常之有心同埋有誠意賣出嚟嘅，開價只不過500幾萬到嘅啫吓。咁咧亦都可以做按揭係貸款購買嘅呢一套獨棟別墅。咁咧裏面嘅呢一個格局嘅話咧吓，係可以俾你自由咁樣去改造啦，同埋你見到呢個外立面咧吓，係屬於一個美式嘅咁如果咧你中意中式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將佢拆咗佢，再重新打造都 OK 嘅。呢一個別墅區裏面嘅話咧，自由度係非常之高嘅吓。咁如果係有朋友啱呢一種咁大嘅，同埋咧想擁有一套類似美式嘅或者中式大宅，需要自己中意去親自打造嘅情況下咧吓 ，OK 可以掃描我屏幕上面嘅二維碼 call 我，帶你現場過嚟睇一睇呢套大宅。